交通里嘅议题最近正受到重视，伫咧高雄也启用头一座户外交通主题公园。不过，立委认为讲这公园的交通教育功能无甲发挥，需要个精进。比如讲，爱加一寡立体交通设施，也希望这教育部着爱重视。 小朋友伫车路赛车边仔，有车红灯甲标志，就亲像伫真正车路。最近用路人安全受到各界重视，有真侪县市拢建伫交通主题公园。不过有的公园干那几块告示牌啊，立委即期，安尼敢真正有交通教育意义？长期住伫日本的家长表示，会当学习日本的交通公园，会当互囡仔有正确交通观念。没有这种要过的。 没有斑马线，对啊，还有没有机车要停哪里什么？会知道他在路上他自己会去观察一些车子，然后观察一些他看到，比方说看到红绿灯，他应该怎么做。 目前全台湾有6座交通公园，不过烦恼就是公园联盟的理事长认为公园设备做了无够。伊表示讲，交通公园要有立体设施，亲像高雄科公馆内这个交通的游戏场，互囡仔模拟车路顶赛车情形，对因才有帮助。希望是讲一寡交通号志的。 车红灯会使放在遮，因为互小朋友真正知影讲在路顶头你会拄到啥物款的情形。安尼小朋友在学的时阵，才知影讲啊，我伫外口，我伫遮学的，我伫外口的时阵，我就拄到这款情形的时阵，我会使安怎处理。再来，我们针对交通安全公园的一个推广，我们会根据今天这样会刊的相关的意见，我们会回去研拟相关的一个补助办法。立委协会甲交通部的官员21嘛到洪沙新强的交通公园来会勘。交通部表示，收集地方意见了后，会针对全台交通公园找经费来改善公园设施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